起初我就看这法宝有异，只是用尽了办法，没有查出什么端倪。这噬血珠在你身上，难道你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吗？这珠子，你是从何而来？掌门师伯见谅，弟子不能说。老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这噬血珠，乃是世间治邪治恶之物，你戴在身上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感觉吗？这珠子，到底是如何跟那黑棒相融的？少时，我遭猴子小龟戏耍，跟灵儿师姐一直追到了后山的幽谷。这噬血珠和碧水潭里面的黑色怪蟒两相争斗，最后炼融到了一起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娘，那个水潭附近的确很奇怪，小凡说的是真的。你爹和掌门师叔他们不会冤枉小凡的，切勿多言。好，我就姑且相信你的意外熔炼之说。但在此之前，那珠子已经在你身上，你一个小小的少年，怎会有此邪物？难不成？天师弟，咱们有事可以慢慢商量，不必动气吗？倒是李寻，驱使妖化的马贼，不问缘由，滥杀无辜生灵，致使最后玄火剑被碧瑶抢走，那是咎由自取。雪琪，张小凡乃是大竹峰的弟子，身犯重罪，掌门自会定夺，不要多嘴，快回来。师父，掌门师伯，请容弟子再多说几句。好，你说吧。谢掌门师伯。我与张师弟并无深交，在七脉会晤之后，一同下山，在空桑山万福古窟滴血洞中，东海流波山上，弟子亲眼看见张小凡与魔教余孽殊死搏斗，所以小凡绝对不是魔教内奸。今日有外人在，或许张师弟有难言之隐，但请掌门师伯三思而行，千万不要……等等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你所说的外人，就是指我还有普空、普方两位大师以及众位同道吧？可是我怎么记得，
在黑石洞阻止我清剿那些妖孽的人当中，也有姑娘你呢。路见不平，自当拔刀相助，这是本门门规。就2个盗窃我焚香谷镇派之宝的妖孽狐狸，也是你们的门规？青云门自诩天下正宗，出了这样的事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？上官兄，既然这个宝物对你们焚香谷这么重要，那怎么不好好看着呀？居然还跟我这个弟子搭上了关系。这就是说，看宝物之人是个废物吧？你说什么？田师弟，休得无礼。上官先生息怒，请坐。雪琪，还不快点回来！掌门师伯，无论张师弟犯了多大的错，恳请您仔细查问，但他绝不是潜入我青云门下的内奸。弟子陆雪琪，愿以性命担保，愿以性命担保。掌门师伯，弟子田灵儿也愿意以性命替小凡担保。掌门师伯明鉴，小凡为了青云出生入死，他绝对不是内奸。我看着他长大，我相信绝无此事，还请掌门师伯三思啊！还反了你们了，都给我退下！弟子林惊羽愿以性命为张小凡担保。弟子林惊羽愿以性命为张小凡担保。靖远，这是什么？魔教奸细确有其人，当年藏身青云门，便偷袭天音阁的普智大师。奸人所用的伎俩，便是豢养在这河中的7尾蜈蚣。你说什么？林惊羽，此事可有证据？千真万确。不信可问王二叔。王二叔，王二叔，小凡，王二叔，小凡，掌门师兄，除了小凡和惊羽之外，此人是草庙村惨案唯一的幸存之人。二叔啊，别怕啊，别怕！你来看一看，这大堂之上有无像凶手之人？
先服下去。跪啊！跪啊！道玄掌门，各位首座，实不相瞒，草庙村屠杀一案，正是本门师弟朴志所致啊。而张小凡身上的天阴之功，也是师弟所授。当年朴志师弟拜访青云，劝说道玄掌门能够把两派真法合一相习，但是遭到了拒绝。下山之后，与他人偷袭，机缘巧合之下，结识了张小凡、林惊羽二位少年，并且将功法传授于张小凡，并希望他留于青云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两派的真法融为一体。那朴志为何不传资质更佳的林惊羽，反而选择了张小凡呢？师弟以为林惊羽资质太好，若拜入青云，必定备受师门长辈的关注，只恐怕很容易被人戳穿呢。所以什么？算无一策，果然厉害。师弟他也是真心喜欢张小凡的质朴心地，所以他才会将本门千年都不外传的不灭心中之真诀传授于他。可怜我那师弟，他原本也是怀着一颗悲世悯人之心，他宁愿受到嗜血珠邪力的煎熬，也一定要把邪物给镇住。只是重伤之际，邪力趁虚而入，被邪力反噬，竟然如鬼魅缠身，一念成魔，把草庙村村民是尽数杀光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青云把两个孩子收于门下。惊羽，我报仇！小凡，可是朴志让你隐瞒功法和嗜血珠之事？讲。是，当初弟子确实承诺过的，可是弟子至今仍不明白，当初是谁要抢走嗜血珠？那个人使用了神剑御雷真诀，重创了朴志师傅，然后才有了灭村。张小凡，你莫要胡言乱语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师兄！师兄！啊！苍松！
终究还是不肯到师父身边来，我这是何苦呢？曹操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我在暗算你们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你疯了！疯了！我早在100年前，我就已经疯了。也就在这青云大殿之上，当我看到万剑一、万师兄的下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你们一个个的，你们排着自己的良心，说一说，到底谁该坐着掌门之位？是他，还是当年的万剑一万师兄？怎么，你们都不说话了？因为你们的心里有愧吗？谁心里不知道那个答案啊？可是今天坐在这掌门之位的是他，而不是万师兄。曹松，这事情已经过了100年了，你又何必如此执着？100年。是啊，我已经忍了100多年了。当年青云门下蛮荒之行，你还有你们这100多年来，你们坐着这首座之位，你们坐得挺舒服的吗？你们忘了当年是谁拼了自己的性命保护我们的性命？又是谁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把自己的武学修为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的武功功力大增？水月师妹，我的师妹，你说我执着。当年谁不知道你偷偷的暗恋万师兄？万师兄，他曾经拼了命的救过你，可你在这大殿之上，你竟然能够见死不救！你今天反而要嘲笑我，怪我执着，对得起他吗？你对得起他吗？还有你，田胖子，你跟我说，当年万剑一万师兄，他待你如何？你说不出口是吗？我替你说，当年你只不过是大珠峰下一个木讷的普通弟子。你笨得连你的师父、你的师弟都瞧不起你。可是万师兄，他竟然从来没有轻看于你，他不但将自己的武功修为拿出来与你分享，还细心的教授于你，更加推荐你进入青云门的蛮荒5人之行。从那时开始，
你才能够平步青云，坐上今天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万师兄对我恩重如山，我田不易，即便是粉身碎骨，也难以为报。好，你能说出这句话来，说明你还有点良心。可是你要怎么回报万师兄的？你从外面回来，你明明知道万师兄喜欢小珠峰的苏如师妹，可你偏偏要横刀夺爱，可有此事？你，苍松师兄，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？当年万师兄确实对我有心，而我对他从头到尾只有尊敬爱戴之意。万师兄对我们夫妇二人的确恩重如山，可是我跟不易在一起，完全是我个人的意思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横刀夺爱。哼！况且当年万师兄也是亲口祝福我们二人的。万师兄，他是什么样的君子之人？他岂会像那些俗人一样，在你们背叛他之后，对你们死缠烂打？他向来宁愿独自伤心，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。万师兄，他对我如兄如父，不但是教我武功修为，还看着我成长，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你们背叛，被你们诋毁，被你们废去武功修为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发下誓愿，我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。公道？苍松，当年万师弟那段公案，日后自有公论。你满口的正义，满口的公道，可你今日为何亲手残害同门手足？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居然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跟借口！你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过来试试，看我这个当师兄的是否配得上这个掌门。我知道你的武功厉害，我打不过你。在这青云门中，也只有万剑一万师兄能和你一较高下。可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在这大千世界，总有人可以对付你。是谁？师父，各位师叔，魔教妖人上山来了。苍松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居然背叛师门，勾结魔教！勾结魔教又如何？在我看来，这青云门藏污纳垢，连魔教都不如。为了给万师兄报仇，我就算下到地狱，又有何妨？你们不要追了，以防有诈。保护掌门要紧。我青云的防卫历来是由苍松负责，此次魔教大举进犯，恐怕我七脉的防守结界已然被破坏了。
掌门师兄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等需尽快回到各峰，召集弟子抵抗。多少年了，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碧瑶，你跟游击一起行动，不可再乱来。青龙，其余各派都已经通知到了吗？万毒门、长生堂均已就绪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便一同进攻青云珠峰。游击，诛仙剑就交给你了，门中有人接应。青龙，你往前山去，不要留下任何活口，速战速决。我教大举围攻，弟子们防备不足，恐怕难以久成。上官策协助商师弟他们去抵抗敌人，萧逸才带着齐昊跟灵儿他们去各峰防守了。现下我们的形势是，能成一刻，便是一刻。
去祖师祠堂，一定要守住诛仙剑。是。听说你被废去修为，如今都好了。多谢金老板挂念，已然无碍。如今我们是敌非友，看在余都相识的份上，我让你3州。出手吧！你没事就好。入骨的很，小吃这一边，别来无恙了。那日让你逃得一命，今日送上门来，受死吧！许久没见，脾气还是那么火爆。护士妹，小心！靖宇，你这里没事吧？当然了，有你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别晚上不碍事。还记得刚来青云门，我们一起走过这道门的日子。后来我听师兄说，一旦进了这个门，就是青云门里的人，这一生就是青云门的弟子了。师父让我们去祖师祠堂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好诛仙剑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叹昨日怎